拍咗 CT 之後，發覺呢個水平面，即係佢厚度又知道幾高嘅時候咧，咁醫生就會好簡單、好輕鬆同你睇埋呢個手術係點樣做㗎。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蔡醫生今集又同各位朋友見面啦。今集咧要延續咗上一集，講翻一個常規簡單種牙嘅第二個叫做微創種牙。大家聽到微創好開心啊，因為我知道最驚睇牙嘅咧就係驚痛啦，同埋咧對種牙唔了解，唔知道需要做啲乜嘢。因為我好多客人咧都過嚟嘅時候咧，其實佢之前都係了解過牙科嘅，因為你了解牙科，佢之前有可能有不同嘅途徑去了解到種牙。咁最終揀翻蔡醫生博搖口腔過嚟咧，就因為覺得蔡醫生講解嘅牙科知識又好詳細。其實唔單止係詳細，我真係好希望各位朋友你可以多多提問蔡醫生。假使你手上有資料，有 CT 圖片，同埋或者有 X 光圖片。你俾咗蔡醫生，咁跟住咧，蔡醫生就喺你 WhatsApp 咗我蔡醫生之後咧，蔡醫生會根據你個 CT 片或者 X 光片，俾一個初步嘅方案你就可以大概去判斷到呢個牙齒係需要咩做咩手術嘅。因為我覺得好多客人過嚟嘅時候咧，因為蔡醫生俾個方案咧，可能都會比較簡單啲啊。譬如咧，好多人咧覺得哇呢啲嘢補骨啦，佢話唔係喎，香港醫生我同佢講嘢補骨喎，香港醫生話種呢個牙齒要成個零兩個鐘喎。其實咧，我呢度咧我就唔會一下子話去同你反駁咗你嗰邊醫生嘅方案係點樣，我只係會針對你嘅條件同你講翻我呢邊係如何去做。其實你睇咗我咁多集片之後咧，我都會蔡醫生同會其實已經好基礎咁教翻你自己都可以判斷到你一個 CT 出咗嚟之後咧，醫生同你度咗一個高度同埋嗰個寬度。骨頭寬度同埋骨頭高度嘅時候咧，你就就知道你真定假嚇。譬如上一排咧，好似琴日定前日咧，有個患者過嚟，佢話香港話呢個手術要做到兩個幾鐘，佢係點樣？係左邊缺失咗大概有4個大牙，但其中有4個大牙話咧，蔡醫生話你嘅方案係要放3個釘，佢話呢個係啱嘅，但醫生話呢3個釘都要補骨嘅。咁蔡醫生同佢度翻之後咧，發覺佢骨頭咧，佢同呢邊係一樣嘅。咁我哋畫張圖咧，上頜嘅圖，上頜圖咧係表示咗，譬如呢個係上頜竇鼻竇嚟㗎，而呢個咧鼻竇就決定咗上邊骨頭嘅種牙嘅高度嚇，種牙嘅呢個高度即係骨頭嘅高度嚟㗎。好，咁我假使我哋心中有數，呢個骨頭係有幾高？同埋咧，又拍咗 CT 之後，發覺呢個水平面，即係佢厚度又知道幾高嘅時候咧，咁醫生就會好簡單、好輕鬆同你睇埋呢個手術係點樣做㗎。講翻頭先個客人講翻，佢話香港醫生話要種兩個鐘啊，我話邊可能種兩三個釘要2個鐘咧？佢話咧，首先就係一個有補骨啦。咁蔡醫生同我度咗下8個 mm， 我覺得唔使啦，唔需要補骨，至多係差唔多到7個 mm 時候咧，同你做個鼻竇提升，簡單嘅鼻竇提升啊。咁跟住咧另一方面咧，佢話唔係啊，佢係教學醫院，佢話香港大學醫院咧，佢話需要拍各種資料，咁醫生可能要你配合比較多，所以佢覺得唔敢種咯。係啦，佢其實呢個你香港睇嘅又啱嘅，因為嗰個醫院入邊佢出發喺嗰個角度出發嘅時候咧，佢可能佢會咁樣俾咁嘅方案你。咁蔡醫生嗰呢邊啦，就一路都係主張簡單嘅嘢簡單做，千祈唔好搞得複雜。咁我話咧，你又輕鬆，醫生又會輕鬆啊嘛。所以咧，咁我哋咧就一定要了解你自己嘅身體狀況係點樣。好啦，咁我講翻又係呢個做微創，如何去做微創？我通常會去度翻骨頭嘅高度，達到高度咧有10到12個 mm， 嗰個寬度咧有8個 mm 以上，8 mm 以上，咁我就會同客人講，你有個需求嘅話咧，我可以同你做翻呢個微創。微創咧就係集結喺呢個牙肉呢度咧放翻一個鑽，
定位佔到我哋需求嘅，譬如啦有10個 mm 啊，假使呢個骨頭係10個 mm，我可能同你放翻一個8mm，留得2個 mm。假使12個 mm 嘅話咧，我就留低一個10mm 嘅釘，明唔明啊？我要留低啲，即係做微創嘅時候咧，醫生會同你簡單啲，即係唔係同你安全考慮着想，因為中釘係8個 mm 佢夠㗎。當然啦，你有10個 mm 以上嘅話咧，係完全複合咗可以。當然複合咗微創，呢個前提條件係呢個高度同埋呢個寬度都係要達到蔡醫生頭先講嘅呢個要求嚇。咁假使係咁樣有咁嘅條件嘅話咧，我就會好輕鬆你放一個直徑4.5，高度咧8到10mm嘅釘，咁呢個咧係完全複合到你去種一個後牙長期承受嘅力。我哋叫做咧種個釘要複合，可以長期穩定喺保持喺你口腔入邊使用咗咀嚼嘅功能。呢個就係我哋要求，我哋嘅目的啦。好，咁我話咧講翻微創又好，常規操作又好，其實咧呢啲簡單嘅案例咧，對於你嚟講，其實你都唔使考慮咁多，都唔會太辛苦。打針時又唔會點痛，操作嘅時候就係10分鐘時間嚇。咁做完之後咧，基本上係冇咩反應嘅。所以各位朋友，假使你想嘴入邊有問題，有牙齒結塞，你就千祈唔好諗呢個諗嗰個，快啲 WhatsApp 蔡醫生，將你嘅片 X 光片或者 CT 片俾翻我，我會詳細同你解答你個牙齒初步方案嚇。當然啦，你有時間過嚟探下蔡醫生咁啊，我覺得更加好啦，我可以詳細同你解答嘅。好啊，呢2集咧就講翻呢個各種案例如何操作，跟住我會後續推翻各種從簡單到複雜各種各樣嘅案例，都會同各位朋友介紹嘅。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口腔知識，希望能幫助到大家。拜拜。